台湾看世界，来看咱伫个加勒比海的邦交国海地，这个乌道霸占着这个街路，继续咧作乱。加勒比海国家的领袖到牙买加来开会，研究要安怎来处理着海地危机。海地总理亨利目前人是伫个波多黎各，已经宣布辞职。若2004年，曾经领导海地发动着政变的这个咧卖毒的犯仔，嘛是海地警察局的前局长菲利普，伊是大动作来表态要选总统。海地首都太祖港过去几天街路真乱，有人放火，有人吊枪倒伫涂骹，完全就是无政府状态。虽然即马有较澄清，不过民众心情也是如常常。一点米说你唔会杀佢哋，呢个点唔会杀答佢。我唔说嘅，我唔啲个白费，我比冇白个俾啊。咱台湾友邦海地顶个月29号发生友邦派引起的动乱，佮正式叫海地总理兼代理总统亨利落台。即马留伫咧波多黎各的亨利，因为各方压力，伫咧11号宣布辞掉总理的位。Haïti besoin de la paix. Haïti besoin de stabilité. Haïti besoin d'un développement durable. Haïti besoin rebâtir institutions démocratiques. 亨利讲，但是海地做过渡政府委员会推荐代理者一定随落台，希望海地民众爱认真稳定局势。亨利宣布辞职，代表海地会彻底交予乌托，因为捌领导海地2004政变的真毒贩，嘛是海地前警察局局长菲利普，之前已经表态要选总统，嘛讲若是家己上任，得宣布撤销。21号到牙买加和加勒比海共同体成员国领袖讨论海地局势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，美国会搁再提供2亿美金、30亿新台票，予联合国支持的多国安全部队，甲海地斗相抗。自从海地几年前表规矩以来，美国大兴的总金额已经达到3亿美金，超新台票94亿。另外，布林肯搁提供3300万美金，超10亿新台票，用伫咧海地的紧急人道援助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